睡前故事第19話：夢境雜貨店2。夢境雜貨店係一間專為地球人而設嘅店鋪，佢只會喺夢境出現，唔係所有人都會見過呢一間雜貨店，只有有緣人，應該話只有心事重重嘅人先會有機會見到。店鋪入邊賣啲咩？個個人入到去都唔同，但佢哋可以喺度攞到啲答案，又或者放低一啲重擔。嚟到第2晚，今晚有另一位客人嚟到夢境雜貨店。呢位客人叫阿津，佢係人生公認嘅大贏家。佢一生贏咗好多嘅戰利品，佢想要嘅嘢可以話隨手可得，但內心卻剩下一份空虛。呢一晚，佢孭住背囊入到雜貨店，個背囊好重，但佢其實唔知裏面係啲咩。佢入到去，好自然咁樣打開咗個背囊。佢望下個背囊，原來入邊係一堆佢曾經攞過、贏過、擁有過嘅物件。裏面有佢博士學位畢業嘅證書，佢響學界比賽贏返嚟嘅獎盃，仲有佢用第一份人工買嘅勞力士，第一次買屋嗰條鎖匙，仲有佢求婚時買嗰隻鑽石戒指。每樣嘢都好有價值，亦都好珍貴，但冇一樣嘢感動到佢。直到佢拎出一幅細個畫嘅畫，雖然好普通，一啲都唔起眼，但入面感受到有一種快樂。可能呢一樣嘢係佢人生中唯一唔係為咗贏，又或者得到啲咩所以去做嘅事情。細個嘅佢係真心喜愛畫畫，但係唔知幾時開始，佢已經冇再畫畫，而佢人生只會花時間響世俗認為成功嘅事上面。佢望住幅畫問自己，究竟我以後要拎住咩感覺過我餘下嘅人生？最後佢選擇放低咗以前贏返嚟，又或者買返嚟嘅成果，淨係帶走咗呢一幅畫。呢一晚，雜貨店嘅牆上面又出現咗另一句字：你唔係因為得到而快樂，而係你快樂過，所以想將佢留低。嚟到第3個夜晚，今晚阿木同埋阿津一齊嚟到呢一間雜貨店。雜貨店呢一晚冇任何佈置，冇商品，只係得2張台凳同一盞燈。台上放住卡紙同筆。阿木同阿津坐低咗，冇人叫佢哋要做啲咩，但係佢哋好自然咁樣拎起支筆，寫低咗心入邊嘅說話。佢哋冇將寫嘅嘢畀任何人睇，只係放響褲袋入邊。呢個時候，牆角又浮現出一段字：唔好讓遺憾跟住你走，想做就去做吧。佢哋互望咗一眼，冇講任何嘢，只係輕輕一笑，然後就離開咗店鋪。到第2日，阿木瞓醒，佢唔記得晒所有夢入面出現過嘅人物同發生過嘅細節，佢只係記得發咗一個好奇怪嘅夢，但起身嗰一刻，佢感到幸福。同腦入面不斷有一句說話浮現：唔好讓遺憾跟住你走，想做就去做吧。待續。